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点咱陪伴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佑你的所做，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儿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来心着欢喜。这点咱参加来吟圣诗，圣诗27首，圣诗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戆领，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行。看见时辰，搁听见雷的声响，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咱三甲起立来吟。伟大。
伟大，何等伟大！我亲自向上帝宣扬，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这个咱三个后主导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圣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大阴府。第三日对圣中国活上天，感谢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们三个来启用，点样看？现在记载的启用文15篇。启用文15篇，也就是记载的诗篇51篇。启用文15篇，伊圣诗的后壁1025页。现着咱三个来启用。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安眠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生理，若爱我欢喜现。上帝啊，你所爱的是痛悔心灵。一条，咱三甲额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你是阮的主。今日阮欢喜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恳求你圣神，这个时阵要甲阮做伙，安静阮的心来专心敬拜你。你也要透过今仔日的礼拜，阮出声。无论你过去一礼拜当中，阮经历着啥物困难，还是试炼，主你拢要安慰、帮助阮。亲爱的主，阮也要感谢你进入阮的生命当中，互阮的生命得到丰盛，互每一项事拢交业。主啊，阮知阮的灵命有时有欠缺。当阮受到困难甲挑战的时，你的话也成做阮的帮助甲开力，互阮无得到失志，因带阮行到主你所欢喜的道路。
阮有时也会软弱，有时会袂记你的教导来抵到犯罪。恳求主你赦免阮的罪，赐福互阮对主你来的智慧，搁较明白你的心意，成做主你所欢喜的囝儿。天父上帝，阮即时也要为了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上帝祝你赐福教会以及你设立的正教会，引带一个人来信主，来福音传遍伫即块土地。人人信主，复兴西湖教会，伫信仰的前辈、真水的脚脚中，来成做阮的典范。天父上帝，阮也恳求你祝福台湾即个真水的岛屿。虽然阮常常拄着风台、地动种种的天灾，但是阮相信这一切拢有主你的保守甲看顾，互灾害甲损失减轻甲上少，也真紧来恢复生活。主啊，阮也要恳求你照顾阮的兄弟姊妹的辛苦病痛，尤其是阮的兄弟齐安妈妈即马伫病院当中昏迷，求主你甲因。互齐安有即个气力来经，甲因妈妈陪伴，甲因，互因伫当中拢得到你的伸手的帮助。主啊，阮也恳求带领牧师甲中职正同工有合一的心，听趁上帝的话，甲兄弟来为主传福音，为教会尽心尽性尽意。彼此来相听，每一个人所想事的甲服侍，那做上帝百般稳定的关系，互阮所做的一切拢合做你的旨意，来得到你的欢喜。阮也恭敬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你的圣手，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主啊！阮安尼祈祷无够额，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成，一定会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互阮敌视，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下面圣歌题要献诗，因要献的诗是秋叶会落，围墙会倒摆，请圣歌题。Amen.
下面咱三个人领受上帝的话，也要看的经节，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17节到30节。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17节到30节。和合本伫第5页到第6页，白话汉语本第4页到第5页，现代中文译本伫第7页到第8页。现着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袂伫拍算，我来是要废无律法，也是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因为我实在甲恁讲，就到天地废无律法的一点一画，也决断袂废无，到拢总成。所以，既然毁坏这会改名字弥世的一条，煞安尼教示人的，伫天国要称作伊做子弥世。独独既然行煞教示人的，伫天国也要称伊做大。因为我甲恁讲，即使恁的义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决断袂进入天国。恁捌听见有对古早人讲，毋通害死人，害死人的就受审判。总是我甲恁讲，既然想起伊的兄弟的，就受审判；既然对伊的兄弟讲立家的，就受公会办；既然讲魔力的，就受地狱的火。所以，恁若咧献你的礼物伫这坛，也伫遐记着你的兄弟有啥物嫌嫌你，就伫遐放下你的礼物伫坛前，来先去甲你的兄弟和好，然后来献你的礼物。25节，你要告你的对敌伫路人，就紧紧甲伊和，行到对敌交你互审判官，审判官交你互月，你着受关落家。我实在甲恁讲，一丝一毫袂行，你决断袂会出遐。你捌听起有话讲，毋通惊奸淫。若是我甲恁讲，既然看见妇女来动起欲念的，心内已经淫意，即使你的正目指教你犯罪，就伫亚哈甲宁可八体丧尸一体，免得你全身陷落地狱。即使你的正手指教你犯罪，就暂合甲宁可八体丧尸一体，免得你全身去地狱。以上下面讲到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题目：人性软弱拄着上帝的恩典。咱请牧师。因为大家平安。到伫主日，感谢主，互咱会当做伙用感恩的心主日，用感谢的心来敬拜伊。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因为有主你的大气力，你的恩典疼痛，互阮阁经过一礼拜。伫即礼拜的中间，有可能阮中间有人拄着学担当的事。有人即礼拜拄着身体的病痛，也是有真大的挑战伫生活中间。但是主啊，因为阮有你的同在，你一步一步带领阮，互阮通做伙主日。当阮主日，阮也是爱你亲自来对阮讲话。所以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恳求主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伫阮的心内来做工，互阮就亲像听见你对阮出声讲话共款，互阮透过圣经以及圣经信息的分享，互阮会当加添信心，互阮会当对伫主你的人脉更较深，也会当因为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互阮灵命得到进步。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予主你亲自来引带，愿你祈祷小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现代即马即个社会的气氛中间，真侪人无爱、无欢喜听到主日礼拜讲台常常伫遐谈论人的罪，
会感觉讲这是真负面的信息，会感觉讲我本来心情真好来做礼拜，然后本来佫计划讲礼拜一煞全家要出去佚佗，讲哦佫听起即个讲着人会做人做悔改的信息，互我一天的心情拢变歹。但是咱爱知影，其实伫圣经内底，也是伫咱的教会的教导的中间，咱所讲人会做，即个做到底是啥物？敢是真正讲我拢真守规矩，我无犯着中华民国民法、刑法任何一条，我就是无做？敢是安尼讲的？毋是哦。真侪政客，咱明明知影伊做即项代志是违背社会道德。某一个南港的政治人物，几当前去有人挖出来讲伊做市员，也是做立法委员的时阵，即马是立法委员啦吼，这个出身南港的，20几亿台票的房地产伫美国无申报。结果伊出来讲，我的疏失，我只要补登记就好。佫真正咱台湾的法律无任何一条会当甲伊关起来，违背社会道德，无诚实。但是咧，法律无办法办伊。当然，我是讲一个例，因为这南港伫咱的内湖边啊，所以我提即个例啦。其实真侪人讲伊无犯着任何一条法律，但是咧，用咱的理性的判断，咱知影这是毋对，无诚实。过来咧，狡辩不认错，咱拢真严，但是无任何一条法律会当办着即款人。安尼咱来讲，啥物叫做人会做？咱敢个会当佫讲，我无犯着任何一条律法，我奉公守法，一切依法办理。敢真正伫信仰内底，这就是讲一个义的人，好亲像毋是安尼。咱伫教会中间，咱等一个要讲的即个人会做，即个做，其实咱着想着使徒保罗伫罗马书7章15节，伫遐伊真诚实讲伊的家己的处境。伊讲，因为我所做的，我家己无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无做；我所愿意的，我无去做；我所怨恨的，反倒转去做。就是遐这就是使徒保罗讲着伊了解的即个罪。讲较清楚就是罪性，咱人性中间迄个软弱的所在，迄个无能为力、身不由己。所以保罗为什么用伊的一生伫遐传即个道理，就是咱要伫上帝的面前成做一个义人。其实只有倚靠上帝。靠咱家己是无较怎，只有倚靠上帝，互咱对内到换，对内心到行动，安尼来改变，互咱脱离即款面对人性软弱的时阵，迄款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就是倚靠上帝，倚靠上帝的疼痛。咱知影，咱前毋是完全，但是上帝大声疼咱，所以咱用即款感恩的心，咱来看待任何的代志。所以过去你会真受气的代志，今仔日咱认捌主耶稣基督，咱有上帝的疼痛，你会感觉无啥物啦，忍一下，然后咧，明仔载一想根本没什么嘛。
也是讲你过去会认为讲这真严重的代志，哇，拄礼拜前呛一声，有的人挖头，有的人无挖头，为什么？挖头人讲惨啊，害啊，无挖头的人又怎么样？对不对？东西掉了捡起来就好嘛，又没有坏掉。这款的心，这款的改变，我想除了人生的经验以外，真正咱拢需要靠着上帝，咱得到真正的平静安稳。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敢是传上帝的话，讲咱得到快乐是安怎？平静安稳。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讲什么？讲你，就算讲你无亲像迄个开健身房卖迄个什么烧肉便当，迄个什么迄个馆长，遐尼粗勇，但是咧，你面对代志发生，你会当沉着应对，这叫做真实的快乐。咱倚靠上帝，咱就亲像安尼。可能咱面对真侪困难，但是无信用的人，可能伫遐就戆去，毋知影安怎。但是咧，因为咱有上帝甲咱同在，咱知影上帝会听，任何的代志拢袂过长咱甲上帝会听。所以咱面对代志的时阵，咱加一分的平安，加一分的安定的心。咱确信，任何的代志发生，上帝拢陪伴咱来面对。这就讲到人的软弱，人性的软弱，要安怎来改变？咱只有倚靠上帝。这也就是使徒保罗一直的强调。其实主耶稣基督也教伊的门徒。也互咱知影一点，天父上帝疼世间人，但是咧，咱领受即个本来不配得到的疼了后，咱要安怎来回应？咱知影，总是咱毋是铁拍的，咱有火有肉，咱总是有咱的弱点，咱总是有咱软弱的所在，咱总是伫咱的人生中间有即个黑暗面顶存在。咱讲人的罪性，所以大部分的人用尽一生，想尽办法，想要将家己的罪恶，就是人性的软弱，家己的软弱来藏起来。但是人生经验，咱在座其实拢有年岁啊，人生经验拢有够，咱知影，愈想要去暗藏的代志，其实爆炸出来，人讲引爆了，会搁较严重。啥物叫做想要暗藏家己的罪恶，家己的人性的软弱？一种方法，这错误哟，莫学哦。否认罪恶的存在，假先讲人生命中间的黑暗面拢无存在。这真正有时阵，咱会伫基督徒的中间听起这款的教导，一切都光明，有上帝的爱，我们内心都是光明。所以咧，你若有淡薄仔对代志的批判，伊拢你是负面的信息。你这在骂人，
为什么来教会都在骂人？假神讲人的性命中间完全无黑暗面，所以咧努力想要伫外表做一个好人，结果咧变做掠家己做义，掠家己做义。我比人较好，因为我真努力去做。但是好人，咱拢知影，好人无代表就无存在。咱会当好人，一切平安，社会静好。会当好人这一切，讲台北市哇，讲偌进步偌进步，啊无去看到社会中间的弱势团体。咱讲台北偌富裕，我鼓励是安尼啦。好人无代表着无存在，咱安怎去好人？无论如何，人性的黑暗面的犹原伫遐。搁较严重是咱哪去好人，实际上即个人性中间的软弱，迄个咱生命中间有的迄个黑暗，往往会伫上无适当的时刻来显现出来。这就是咱讲，咱看社会新闻，还是政治新闻，还是演艺新闻，什么什么被爆出什么什么，当然被爆出就是真无好的代志，形象塑造啊真好，但是这款人往往若出现伫新闻，就是被爆出什么的，因为被爆出的事情就是外表甲真实差别太大。袂当加深的，咱做人袂当加深去。第二种要隐瞒家己人性的软弱，人的罪性要甲伊暗藏起来。一种就是，这通常是有权的人、有声量的人、有发言权的人，就是照家己的意思来改变规定。照家己的意思来改变规定，所以咧，中央政府甲我无共党，我就改啥物财政划分法，互我即种的所在会当较侪的经费，即个中央政府即种的城市较少。这台湾就发生着，也是讲。每一遍大法官释宪，我讲我都说我违宪，安尼我要改变这个大法官释宪的法律啦。这叫做照家己的意思来改变规定。想讲安尼，我就是合法，安尼我就是一切我拢对。这有权的人、有发言权的人，上有这款的危险，含义这款。照家己的意思来改变规定，变做钻法律漏洞，因为可能你对法律的知识较多，你知影法规会当软，然后咧，只有遵守袂影响到家己的，然后咧，安尼我就是拢对，我拢对，若无咧，就是将法律规定全部否定。另外讲这恶法啦，这是恶法，我不用。大法官的释宪结果，我没有义务要遵守。这有出这款的法律专家、法律学的教授，讲大法官的释宪，我没有义务要遵守。全盘否定，这叫做照家己的意思，想讲要会当改变规定，将规定改变做我拢是对。其实这款的心态，就亲像少年人青春期的时阵，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喜欢啊，你管什么？我喜欢就好。但是这个亲像耶稣所讲的，改变上帝诫命的
一位一点的意思就是安尼，就是这款心态。第三项是啥物？第三项的反应叫做自暴自弃、自暴自弃。啥物？我努力做嘛是错误，我莫做嘛是错误，安尼我就莫做就好啊。自暴自弃。有的人因为有太多错误、犯错的经验嘛，所以反倒转讲啊，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啦。看家己是无啥物办法，感觉讲啊，啥物上帝拢莫讲啦，我无值得上帝会听啦，自我放弃，然后咧直接投降，讲啊，人生的软弱，迄无办法来拍倒啦，无办法啦，我无办法啦。这叫做自暴自弃。第四种反应是啥物？要暗藏家己生命中间的黑暗，要暗藏人生的软弱。第四种叫做推卸责任，若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拢怪别人。拢毋是怪别人，就是怪现实环境的无公平，啊，社会无公平啦，社会黑暗啦。若无就是讲啊，这是啥物人害我的啦，则我受着引诱啦。哦，甚至更较含是啥物？以前有人杀人，然后讲啥物？啊，讲我听到一个声音啦，叫我去杀人啦。然后咧，想讲伫法庭内底，法官会判啥物？讲他丧失什么那个什么行为能力，哦，因为伊是迄个吼，即个有啥物毛病？其实这嘛差不多，推卸责任。但是咱知影，人想要用这个家己当做真有效的方法，要暗藏家己的罪恶。搁讲一遍，咱若了解罪恶是咱人面对着生命中间的黑暗，甲面对人生软弱的无能为力，这叫咱定义。咱所讲的罪，人的罪恶是这。想要用人的方法来暗藏家己的罪恶，就算讲外表会当。表面上会当，别人看袂到咱的内心，但是咱拢爱诚实面对，就是内在的问题犹原伫遐，内在的问题犹原伫遐。当一天拄好，啥物代志、啥物人刺插着你迄个心中迄个上软正的所在，可能。就亲像新闻中间安尼，什么什么人被爆了什么事情，爆炸的爆，用人的方法被暗藏，常常是无效的。好，下一页，下一页。哎，对，好。就遐这，咱拄仔读到耶稣甲门徒安怎讲？耶稣甲伊的门徒，也就是对咱讲，讲若要进入天国，咱的义爱赢过法利赛人甲文士的义，赢过法利赛人甲文士的义。咱知影，伫耶稣迄个时代，犹太教中间，法利赛人甲文士，因是指导律法的教师，因是对伫律法的实践的专家。若用犹太教的标准来看，用犹太教的观点来看，
普通人要赢的义，要赢过法利赛人甲文士，迄是无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因为法利赛人甲文士，因训练几若十冬，一世人迄做的，就是读犹太律法的条文，了解遮个条文，搁爱去研究遮个条文要安怎做，要安怎应用伫日常生活中间。亲像安息日出门爱行几步，较毋是伫安息日工作。因搁规定讲安息日爱做啥物代志，这无算工作；但是做啥物代志，这是工作。所以到伫今仔日，牧师有提起过，上严格的犹太人，因安息日坐电梯，伊厝是大楼，坐电梯，但是袂当用手离迄个电梯，要离1楼，袂当出门要安怎？因有特别设计迄个按钮，手袂去摸着迄个按钮。来讲安尼，你因讲你拢伫安息日，啥物拢袂当做，连迄个字按钮拢袂使，打字袂使，拍手机爱离袂使。但是咧，电梯伊是特别设计，互你离，毋是真正去离会着的。讲安尼，这无算工作。法利赛人就算这，就变这。但是讲到专家，因是真正的专家，因是犹太律法条文的专家，因是道德规范的权威。咱笑讲道德的长城，搁啥物我忘记了。即款人，法利赛人甲文士的即款人。所以咧，若用即个观点来看，犹太教的观点来看，用人的观点来看，无任何一个人会当赢过法利赛人甲文士。但是耶稣为虾米讲咱的义爱赢过文士甲法利赛人？咱真正爱感谢上帝，因为耶稣爱咱做的，就是咱基督徒毋免照着法利赛人甲文士的方式来成就即个义，咱毋是照因的方式，就是即个上帝的诫命一直伫遐。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因掠家己做义，因讲爱安尼做，结果变成上帝百姓的一个负担，甚至互人绊倒。但是耶稣讲上帝的诫命是无改变的，但是咧，咱毋是用人的方式。咱毋是干那用外表的行为来暗藏，咱基督徒的义赢过法利赛人甲文士，是因为咱称义毋是靠着法律法条文，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着咱受苦。为着咱定死十字架，然后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伊搁活赢过世间黑暗的关系，赢过死亡。所以咱原来旧的我，迄个充满罪性的我，已经甲耶稣做伙定死。也甲基督做伙搁活，咱活的，咱无搁是过去迄个旧的我。
咱即马活的即个生命是一个改变的生命。上帝丰盛的恩典，借着道成肉体，成做圣囝耶稣来到世间，一摆解决这个人生的黑暗带来的罪恶，互咱有迄个机会，只要咱愿意，只要咱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只要愿意，咱知影信仰是怎样，然后咱愿意伫生活中间一步一步，照着咱所知影的来行。昨早起，因为我路无熟，所以爱开车去北投遐。我真正北投遐路我真正无熟。因为约好时间但是迟到时间超过我就开车有开较紧伊当初就想一项代志，想到啥物超速超速但是每一遍开车超速，我拢想到一个问题这讲起来真正咱大家应该拢相像。为什么咱的观念中间煞变做讲，咱开车拢几若十档啦？咱的观念就是速限60。可以开到多少？69。常常我一边开车一边笑家己啦。讲老实话，常常笑家己，因为你赶时间，后壁车嘛是拢安尼对无？你若开速限60，你开59，一定被后面扒，尤其啥物，迄个大拖拉骨一定甲你扒。但是咧，你若照大家共款，速度限制60。开到69拢无问题，你心中敢会感觉怪怪好笑？咱知影是毋对，咱竟然去做，这就是为什么四道保罗伊讲伊家己，我所知的我无去做，我所怨恨的我反倒去做。其实咱有开车的兄弟应该咱爱想即项代志。当然，这是提醒讲啥物开车真正莫伤紧啦，开车较慢的袂要紧，开车愈紧，真正是愈危险。然后，咱若无赶时间，就算赶时间，愈重要的代志，咱愈爱即个细腻来做，亲像开车也共款。所以真正一边开一边去笑家己，然后咧就开较慢的啦不要开到69，开61、62就好了。愿上帝，愿上帝下面所以因为咱有这个新的生命，至少咱知影错，咱知影毋对，咱有一个反省的机会，这已经是一个真大。会当讲咱生命的进步，对伫过去，咱照咱家己的意思来做，照咱过去迄个旧的我，有可能咧，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照过去迄个旧的我，可能咱会想讲，有错都是别人的错，若有错都是别人的错。迄个过去的我可能是安怎？当你有发言权，你会当改变规定。好无？咱改即个规定好无？实际上咧是为着家己。但是今仔日，咱至少，咱有即个信仰伫咱的心中，咱开始会反省，咱开始会想讲安尼敢对，咱开始会想讲，若安尼是毋对，我要安怎做？若无即个信仰伫咱的心中，可能咱就袂想讲，我敢需要改变。我若要改变，要安怎改变？然后若无即个信仰，有可能咱看袂到，其实咱有改变，咱有改变。类兄弟，照着耶稣伫十字架顶面所成全的。
互咱会当诚实来面对咱家己。咱知影讲，上帝疼世间人，这咱一定爱会记即个吼，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疼世间人，拢无写讲上帝敢若疼无犯错的人，拢无写讲上帝敢若疼基督徒。老无讲上帝敢若疼牧师、长老、祭司，无上帝是疼世间人，所以这是互咱一个真大的鼓励，就是讲上帝既然疼咱，所以咧，咱会当诚实面对家己。我有真侪缺点，但是上帝依然疼我，所以咱会当诚实去面对遐个缺点。因为咱知影，就算咱有遮个缺点，上帝的疼痛犹原大声疼咱，爱咱会当有突破，爱咱有改变、有进步。也因为安尼，咱搁较会当用诚实来面对上帝。咱知影，咱毋免暗看啦，咱毋免。伫遐表现讲，咱大家拢是真牛，才会当伫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拢知，上帝的听也袂因为咱一丝丝啊缺点，也是真侪缺点，伊的听就离开咱，伊互咱有盼望。知影讲，只要我愿意改变，咱有上帝陪伴咱。来持续改变、持续进步，也因为耶稣伫十字架顶面所成全的，互咱会当伫上帝面前告别咱家己的软弱、咱的需要。人爱知影，就算讲上帝已经知影咱过去所犯的错误，上帝也拢知影咱个性中间的软弱，咱讲人的罪性。但是，当咱诚实向上帝来告别咱家己的不足甲欠缺，咱愿意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咱愿意承认咱靠咱家己，咱无能为力，咱是需要伊的慈悲疼爱较稳定，来帮助咱面对逐样的试探较试炼。那咱愿意安尼做，上帝拢会看顾。上帝爱咱。耶稣讲：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心灵甲诚实，心灵就是咱的这个生命，咱的内在。真实是啥物？照着上帝的真理，咱面对现实，咱面对迄个真实，咱诚实。甲上帝讲，我不足，诚实甲上帝求咱的欠缺，咱有上帝所应允咱的，伊会听，无论任何的代志、任何的事，拢袂甲咱来计当。对于遐这。上帝赦免咱，伊的恩典临到咱的生命中间。上帝赦免咱，就是伊无因为咱的无够野，无因为咱的欠缺、咱的软弱，伊就离开咱。伊的恩典临到咱的生命中间。其实，咱看咱过去所行过的路，
有可能你行过的路较坎坷，有可能你过去所行的路一切顺利，你体会到这真正是极大的恩典，真大的祝福。但是上帝伫咱心上的作为，这拢是伊疼咱的证据。伊疼咱，因为因带咱行过去这段路，至少咧，咱好好活着，即马佫会当坐伫遮来敬拜伊。这拢是上帝疼的证据。上帝也一直喺提醒咱，就是圣囝耶稣伫十字架顶面，已经为着咱过去所犯的错误，甲咱的罪性，已经付出代价啊！所以咧，咱毋免阁惊吓，惊讲咱会软弱，咱生命中间的黑暗面，会互咱失去上帝的疼。所以，耶稣捌对即个行奸淫的妇人人讲啥物？讲你已经得到赦免啦，所以你即马会当去，对即马开始，莫阁犯罪。耶稣上时也对咱安尼讲。你已经得到赦免啦，咱已经得到赦免啦，所以对即马开始，咱莫阁犯罪。有人用呼调来讲即句话，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有人讲这是一款呼调，呼调咱过去种种拢是过去啊，即马开始，咱有上帝的慈悲疼痛较恩典，甲咱同在。咱对当开始，咱日子过去的种种，拢已经袂影响到即马的我。对即马开始，拢是一个新的开始。头前的一步，拢是新的一步。看咱要安怎来对主耶稣基督来行，咱要怎样？咱的后一步是照着上帝的命令来行。即句行啊去啊，对即马开始莫阁犯罪即句话，其实也互咱有信心甲勇气。咱行向人群的中间，咱进入社会，因为咱知影即款的恩典，即款的疼痛，上帝疼咱，无因为咱以前有犯错就疼咱较少，无上帝疼世间人。所以上帝也疼咱四周围的人，上帝也疼咱社会上才会毋捌听见上帝的道理的人。我想去对即马开始莫阁犯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对伫即个犯错的妇人人所讲的话，即款的呼调，就是咱关心社会，咱向众人来分享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命令，就是咱对内到外改变咱家己，然后咱透过咱所讲所行，也会当影响咱四周围的人，影响咱的社会。所以弟兄兄姐，耶稣所讲，咱的义爱赢过文士甲法利赛人，这表示讲，迄款文士甲法利赛人用真侪外表行为的规范，要求人煞变做上帝百姓的负担，甚至互人信仰絆倒。
但是耶稣甲咱讲的是啥物？讲上帝的疼已经临到咱，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咱，上帝改变咱生命的行动是已经成啊！咱今仔日活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过去种种袂当改变啊，但是咱后一步要安怎行？上帝互咱有即个机会，上帝互咱有即个通行后一步的气力，这看咱即马敢有即个决心，咱毋免阁继续活伫惊吓中间，咱毋免规工烦恼讲，这人生的弱点，才会社会的黑暗，才会人的生命中间的黑暗，会将咱甲上帝的疼来隔离。咱已经活伫新的生命中间，咱无阁因为过去影响到咱的未来，咱毋免阁继续活伫罪恶感甲见笑的中间，因为咱知咱的后一步是上帝甲咱做伙行，咱的后一步有上帝去看顾。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咱，伊使咱改变的动力。只要咱有决心，只要咱愿意改变，上帝带领咱行伫一条完全无共款的生命道路的顶面，有伊的陪伴，有伊的气力扶持。有伊的疼充满，也互咱真正活伫心灵的自由中间。咱做伙阿头来祈祷，充满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感谢你，互阮透过今仔日圣经的经文，互阮知影。因为你的恩典疼痛临到阮，你予阮有免阁伫遐对伫未来来惊吓、来担心，因为阮知阮所行的每一步有你的同在，有你气力的扶持，有你恩典的充满，你也指引阮未来的道路，你爱阮照着你的话来向前行。所以主啊，阮知阮过去生活顶面毋是完全，过去无论阮的个性，也是阮所行的事，无拄拄下伫主你的旨意。但是阮知，你大声听阮，你也透过十字架的死甲过活，你互阮重新有得到改变的动力，甲改变的机会。所以主啊，求主你的圣神充满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做工，互阮会当有决心做出改变，有决心会当照着你的旨意来行。主啊，当阮灰心丧志的时阵，你显出你的疼，互阮重新得到向前行的气力。当阮拄着困难挑战的时阵，你安慰阮，也带领阮，也将你的指示显明互阮知。主啊，恳求上帝你看顾带领阮，
阮真正是靠阮家己是无够野，阮只有我靠你来恳求你的圣神时时刻刻提醒阮，就是阮得行，毋是家己行，阮是有主你甲阮做伙同行。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直接咱三甲来吟会的圣诗504首，圣诗504首。心内善巧有大福气，有分天国尊贵；忧伤的人有大福气，上帝甲因安慰。咱请三甲起立来吟。谢谢。下面奉献，咱请秋梅执事甲余阳执事来书献。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七星中会第74届第一届的中会议会，要伫11月18拜一上午10点伫济南教会召开。本会要
叶牧师甲民意长老会代表出席。第二是下礼拜，礼拜中咱要庆祝感恩节，礼拜了后要举行感恩参会，用餐了后，咱会来大扫除吼，甲圣诞的布置，咱请教会有时间来参与。拜三，每礼拜五下午7点是教会查经祈祷会，主题经文就是新约加拉太书，请教会兄姐来踊跃参与。就是需要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咱请教牧师也是教会中心讲，来安排。下礼拜主日礼拜的题目经文，咱家己看。过来，咱来看倒手边的部分。教会聚会，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歌的练唱是主日上午8点45，拜三是泡茶，是歌组吼。拜五有查经祈祷会，下午7点半。茶会是每个月一摆。过来咱来看圣工事奉的部分。今仔日招待是宴庆节，茶会是张老师，请首席名誉长老。后礼拜讲道叶牧师，师会是语养执事，苏琴是玉洁执事，领唱是牛长老，师现是我本人甲秋妹执事。招待是邦师兄甲春英姐，茶会甲清扫是秋妹执事。过来咱看下底部分奉献甲迄个有出入的，请到我也是甲秋妹执事来经营。过来咱看正手边下底本周金句的部分，我用白话汉语本先来读一摆，咱大家来做伙来读。耶稣讲：袂你拍算我来是要废无律法，也是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请。马太福音5章17节，咱游完这个，咱大家互相请安问好。牧师妈的迄个个别礼拜吼，因为牧师妈吼，即以前伫济南教会做执事吼，所以讲吼，要伫济南教会来办个别礼拜。不过吼，济南教会咱也知吼，伊活动非常的多，尤其是拜六时，有足侪演讲拢用着拜六，吼，所以目前甲黄春生牧师，济南教会牧师黄春生牧师已经讲好，吼，就是12月29礼拜下晡，吼，迄个时间吼有可能会对咱兄弟来讲会较忝，吼，但是因为也毋望讲咱兄弟拢会当做伙来参加，吼，即个咱知影个别礼拜是一个感恩的礼拜，感谢上帝恩典疼痛，透过即个咱信仰前辈一生，互咱知影上帝的带领是遮尔美好，所以毋望讲咱兄弟拢会当时间留落来，会伫12月29的下晡，即马搁迄讲的是讲到底是要几点开始，但是拢会有时间会当有够，互咱会当礼拜煞过去，请咱12月28，12月29，迄个礼拜的下晡，所以讲咱中职会也会有改时间，真歹势，一只先补充报告，12月29下晡，请咱兄弟会当将时间来保留，多谢。
下面咱三个来吟刷尾诗，圣诗398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来唱说了后，请牧师祝福。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全能的主上帝，愿你关联的神改造阮，温柔的神引带阮，稳定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即时到永远。阿门。